該唔該俾小朋友行體育路？唔睇你真係可能會後悔。致每一位仍然喺體育定讀書之間掙扎嘅家長，今日呢段說話可能會改變你對孩子未來10年嘅睇法。我要你記住一句：體育唔係退路，而係另一條有光、有制度、有出口嘅星光大道。第一部分，你以為行體育讀書差，呢個係最大嘅誤解。好多人一見到體育生3個字，腦入邊呢即刻浮現4個字：頭腦簡單。但係我想問你一句喎，你刷到體育生考入名牌大學嘅新聞時，係咪都會心諗，咁都得，應該只係個別例子啫。其實唔係。根據近年升學數據顯示咧，透過體育專項升學嘅錄取成功率，比純學術路線高出一截啊！更加重要嘅係，即係好多體育生嘅文化科成績本身已經過一本線 Band 1水平，佢哋唔係靠低分入學，而係同時具備2樣條件嘅，有運動專項能力嘅文化科唔輸人。咁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就係體育嘅唔係差生避風港，而係強者嘅雙向選擇。能夠行體育升學嘅小朋友，唔單止要捱得苦，仲要頂得住學業壓力。第二部分呢，你驚練體育會拖累成績呢？實情往往啱啱相反。好多人以為一日2個鐘訓練，少咗2個鐘溫書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小朋友讀書時間唔算最多，但係效率永遠高過人啊？原因好簡單，就係運動係會直接提升學習能力，適量而有系統嘅運動可以刺激大腦中負責記憶與專注嘅區域，提升學習效率。更現實嘅一點係，長期做運動嘅孩子，時間管理能力特別強啊，因為佢哋由細就習慣嘅幾點訓練呢，幾點做功課，幾點休息，幾點比賽，呢種紀律感啊，唔係坐喺補習社坐得出嚟。到升中升大學呢，佢哋反而比其他學生更快適應壓力。咁第3部分，行體育將來出路窄，呢個觀念已經過時。如果你仍然覺得體育生將來只能教波做教練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你知，你睇少咗成個體育產業。而家嘅體育世界早已唔止係落場比賽，仲包括運動科學、運動治療與復康、體能訓練、賽事營運、體育管理、青訓系統啊、校隊同埋學界體系發展，呢啲全部都係專業崗位，而且越嚟越需要有實戰背景嘅人。講白啲一句啦，識得管理自己身體嘅人，先有能力管理人生嘅。最後咧，想問你一條問題：你想你個仔、你個女做一個只識刷題嘅考試機器，定係一個身心雙強、有自律、有方向嘅6邊形戰士？你希望佢18歲嗰年，除咗成績表乜都冇，定係帶住實力、經驗、獎項同清晰方向入大學？我要再講一次，體育唔係賭博，而係為孩子人生加多一層保險。文化課係底盤，運動專項係優勢，自律與抗壓力係終身能力。呢種小朋友去到邊度都有人要。如果你都想少行冤枉路，少踩幾個升學大坑，真正了解香港學界體育升學嘅真相同制度，記得點讚關注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頻道。我會用最貼地、最真實嘅方式，同你一齊為孩子嘅未來作出更清醒嘅選擇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